农业部是按算要禁饲955种动物，这就引起主人甲业者反对。不过，今日是有动保团体出面支持农业部的规划，强调讲真侪名单内底动物是早就禁止进口，真正要新增加是干那10几种。农业部拍算禁饲955种动物，不过政策也未定案，就引起争议。有主人甲业者批评政策伤过寡讲，但是动保团体指出，这955种动物有真侪以早就已经禁止输入。至少已经有775种，早在2022年以前就已经禁止输入了。要讨论的名单上的其实根本不到10种，请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说会禁养家里的小水龟，还有豹纹手工了。70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呼吁有心人士莫乱传不实资讯，强调无要全面禁饲甲直接安乐死的做法，表态支持农业部管理国外来的动物，认为本来就应该分级，防列入禁饲黑名单的动物是照 A 有毒、B 有公共安全危害，甲 C 干涉动物福利有科学根据。我们只是把可能具有公共安全跟会饲养动物福利上有问题的物种提出来。动保团体指出，饲国外来的动物目前惹出未少争议，亲像是线头仔放大量装伫咧小小盒仔内底卖，酷狗饲伫咧空间无够大的水缸，甚至爱收水的水池，甲饲的主人干那采几盆仔水。动保团体讲，有的动物真正无适合饲咧厝内。狐獴来说，天性群居没有办法单独饲养，而且需要足够的泥土空间挖掘，满足它天性的需求。一般的家庭是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反对农业部推动禁饲名单的人认为，需要搁好好讨论，无应该青帮白帮就实施。动保团体是认为，这是台湾动物盘管理走向制度化甲国际化的头一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